好，我係4年級嘅學生貝心，我係4年級嘅學生哲宇，我係4年班嘅學生敏如。本年度我哋中文科進行咗一次有趣嘅學習新詩活動，學習著名詩人冰心老師嘅新詩《紙船寄母親》。今日我哋一齊嚟睇下我哋學習嘅過程同成果啦。第一步，我哋睇短片，認識冰心老師，同埋喺網上搜集一啲有關於冰心老師嘅生平同埋佢嘅資料，了解一下點解冰心老師要接紙船呢？跟住落嚟，老師就帶我哋理解詩歌嘅背景同埋意義。原來冰心老師去留學嘅時候，真係非常思念自己嘅媽媽，所以咧就將思念接埋喺紙船入邊。老師更加運用 AI 嘅科技，將呢首經典嘅新詩變成一首非常動聽嘅歌曲，帶入咗我哋嘅課堂，令到我哋可以透過歌曲可以聽寫識字，更加理解呢首詩嘅意義。歌曲真係令我哋聽出耳油。然後我哋一齊朗讀呢首詩，大家放慢聲音，讀出咗對母親嘅愛，更學習朗讀新詩嘅技巧。最後我哋仲做埋小作家添啊！我哋仿作詩歌嘅第一節。大家可以發揮創意，表達唔同嘅想法。最後係分享時間，同學可以分享自己創作嘅新詩。由呢寫俾媽咪，由呢寫俾婆婆。原來冰心老師嘅新詩已經喺我哋心入邊啦。呢次我哋中文科學新詩嘅活動真係既有